與其整個夏天都在超商花展買冰塊，不如直接把這台韓國爆款移動製冰機帶回家，讓全家人一輩子實現冰塊自由。這台真的很狂，它不但是韓國樂天和 Amazon 的商料銷售冠軍，在韓國新世界百貨更是連續3次上架直接被秒殺，韓國家電協會強力勸敗。只要短短6分鐘，就能急速產出晶瑩剔透的準正冰塊，超大容量，一次搞定10幾杯冷飲。早上來杯冰美式醒腦，晚上在家喝啤酒，嗨播超過癮。你船在吃有冰箱味的冰塊嗎？它納部採用食品級抗菌塗層，自動落冰，手完全不用碰到，孕婦小孩吃得超安心。體積輕巧，低功率，週末帶去河濱野餐，露營車宿，隨時隨地爽喝冰飲，用完清水沖一下就好，超級省事。台灣的酷暑已經開始了，現在買最划算。點擊下方連列。今天下單直接享半價超狂特惠，再加碼全額退款保證。別再忍受傳統製冰盒的漫長等待跟臭味了，庫存真的不多，趕快點擊連列，搶先體驗冰塊自由的爽度吧。